各位大家平安。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备班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走乐。耶和华的律法照全，为互人的心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会互戆人有智慧。三角来吟信息，学罗上帝，信息559首，永远在掌管宇宙的上帝。听起哩。Oh
大日，用主甲是咱的基督文开喙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听，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免你予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若赦免过误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死，就叫阮看天海。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上马利亚出世，伊本求为了道流来受苦。第四日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着全能的上帝的大名，伊要为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空，罪赦免，肉体活活，永远活命。阿门。谢谢。刻印，今仔日要刻印的是刻印文52篇，记载伫信息后面1093页。我来刻，请大家来念。恁着找着母亲甲参亲迄位，伊互按伊变做在你时，互你是变做无按伊。叫海水来摒伫地上。伊的天空是上主。伊互强炳的人忽然灭亡。恁怨恨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因为恁欺压善车人，你用雕毒的石头起厝，毋过袂当踮伫伊内面。我知恁的罪过有偌济，恁欺负义人，受报路，所以通大人伫即款的事实话静静，无讲话，要追求良善，毋通追求邪恶，才有活路。要怨恨邪恶，意爱良善，审判的时主持公道。上主讲，我也讲，搁看轻恁的这期。虽然你献小化祭甲素祭互我，恁献肥的精尸做平安祭，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总是着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三更暗头来祈祷，永远掌管宇宙、慈悲满满的天父上帝，感谢主的带领，互阮放下世上的软弱、热情、温困，来到圣殿中，领受对主所来的祝福甲帮赞。阮是上帝所疼的囝儿，常常透过祈祷，得到满满的快乐甲扶持，伫生活中、工作中、家庭甲服侍中，建立三疼的模范。阮深知，阮无一人是完全，毋过因为有主的疼，也袂因为安尼就看轻家己。只要时刻注目伫主的引带、主的话语中，豆豆仔改进，慢慢仔进步甲调整，
我一定会当活出袂互气煞的性命。稳定满满的提杯，虽然清知，阮应该要谦卑，伫一切所听甲所经验中，毋过也是常常伫生活中以家己的体会甲看法来论断人。求主饶赦阮的罪，求主圣神来更新，互阮有超越一切眼光，以仁爱为心，以三听的眼光甲好势来享受主所赐的每一日。阮亲知，阮若信靠，一定会当得到教业的恩赐甲平安。无论是得时不得时，拢会当伫生活中有热情，拖磨中有喜乐。若是要夸口，就用主来夸口。这世间的天灾不断，战争也袂停。悲苦忧伤的人，求主亲自安慰；疼痛的心灵，甲身躯的病痛，也求主亲自医治。今仔日的礼拜中、祈祷中，阮嘛是为着教会的长辈献上祈祷甲祝福。虽然这个世界的变化足紧的，早就毋是咱的长辈所认捌的世界，毋过属灵的长辈总是会当为着阮做一个好的模样。在信仰的追求甲不断的学习中，嘛是会当当作为家庭甲子孙的祝福。愿主的保守会当互阮的长辈健康长岁寿，伫无法度避免的肢体的衰弱中，袂因为安尼就看轻家己。也袂伫生活中失去愿望甲平安，伫生活中享受满意的喜乐甲陪伴。长辈是咱的宝贝，咱爱做伙家己好好啊保护。愿主保守你的囝儿身体健康，心灵快乐。一切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煞只学乐，今仔日学乐，请雅音合唱团，因要学乐的诗歌是《正做我异象》。
感谢嘉音合唱团唱出俄罗斯的声，确实天顶的君王，阮的宝贝是你，互我有光明，因为你会当做我的倚靠。煞者，咱来领受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的经文有2位，头一位伫约翰福音17章14节到23节，第二位是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21节到31节。我来读，请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第17章14节，我已经将你的道理予因，予世间怨恨因。因为因无属世间，亲像我无属世间。我毋是求你，互因出世间，就是保守因脱离歹个。因无属世间，亲像我无属世间。愿你用真理，互伊成圣。你的道理就是真理，亲像你找我入世间，我也有找因入世间。我为着因来做圣。互因也对真理来成圣。我毋但为着遮个逐个人求，也着为因的话来信我的人求。互因拢做一个，亲像爸，你踮伫我，我踮伫你，互因也安尼踮伫咱，就互世间信你找我。你所互我的阳光，我已经互因。互因做一个，亲像咱做一个。我踮伫伊，你踮伫我，互因为完全来做一个。互世间知你找我，也知你疼因，亲像疼我一样。第2位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21节。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光来救这信的人，这拢是上帝的智慧。因为犹太人求生业，希利尼人找智慧。若是怨团顶是一个的基督，对伫犹太人是塔界，对伫外别人是戇牛。若是对伫受调的，无论是犹太、希利尼，基督做上帝的权能。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戇牛比人较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较勇壮。兄弟啊，试看恁的受调，照肉体的有智慧的有偌济，有权力的无偌济，有尊贵的也无偌济。若是上帝经世间的戆牙来互智慧的人见笑。上帝也经世间的软弱的来互勇壮的见笑。上帝也经世间卑贱的人看无上捌的，以及遐个无的来废无遐个有的。互既若有肉体伫上帝的面前无通夸口。若是恁对上帝得着踮伫基督耶稣，伊对上帝替咱成做智慧，搁做义。成圣以及赎回，依照照圣经所记载讲，夸口的人就用主来夸口。圣经读到遮，煞者讲道，请本堂中宣圣牧师，伊要分享的主题是为基督甘愿做工人。即个咱做同心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这秋天的早起。上帝，你的疼甲圣神的感动，互阮众人对四面八方来组织的圣殿，我们伫遮来敬拜，来尊重上帝。主啊，阮伫即个所在也听见雅音合唱团所吟的，你是阮的意象，是阮活伫即个世间所着追求的，也是阮伫即个世间应该看做上宝贝的。主啊，恳求你，互阮知影。世间以及其中的一切，阮目睭所看的一切，有一天拢会无去。只有上帝，你永远存在。阮感谢你，互阮通过今仔日的圣经，搁一届来思考。有时阮夸口阮家己的能力，阮夸口阮家己的智慧，
若是你提醒阮，甘愿为基督做工人啊！上帝的牛讲比人较有智慧，上帝软弱比人较有气力。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特别伫台湾即马即个强势，基督徒也占真少数的时，阮甘愿为基督来做牛羊的人啊，来改变即个社会，改变即个世界。主啊，恳求你帮助阮。虽然你爱阮合做一体，结连的主耶稣基督，无分种族，无分文化，无分国家，总是因为人的罪性甲自私。今仔阮看国攻打国啊，百姓互相攻击啊，直到互阮看见即个世间，实在是互阮感觉非常的艰苦心。阮只有恳求上帝，互伫乌克兰咧进行，以及伫加沙咧进行的战争，早一天会通和平落幕，无阁有遐无辜性命的丧失。啊，阮今仔日伫台湾会通自由来敬拜，也恳求主你，互阮警觉着，这毋是理所当然的恩典，这个是上帝你特别的怜悯甲疼痛，互阮也阁有机会通大家组织来敬拜你，互阮会通伫这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啊，这是上帝恩典甲侪人的努力，恳求你，互阮珍惜即种的权利。今仔日敬拜，求你为头到尾扶持帮助阮，互阮对你所分享的真理，会通互阮得到正信，也互阮知影，如果阮真正要夸口，就靠基督来夸口，毋是夸口阮家己的教。基督靠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啊，我特别用这张图啊，这个是相片吼，啊是伫玻璃即个小伟家族奉献出来诶，基督教诶即个一个营地，青年营地啊，伫迄营地外口，因用一块石头啊，用小伟牧师写诶即个甲做甘愿做工人。我想对小伟诶一生，我直接无要特别来强调。如果你有机会，请你倒转去Google一下，就会知影。小玉牧师啊，伊也是一个医生啊，伫真无用的中间啊，为着要赶去莅临医院去帮助破病的人啊，伫51岁时啊发生车祸啊，就离开世间啊，互咱真毋甘，总是留落真好的模范。伊的人生座右铭就是为基督甘愿做工人。我今日题目就是为基督，毋望咱犹原甘愿做工人。我毋知你捌听过。古早在台语有一句俗语安尼咧讲吼，台湾迄个牛羊吼，原来有排行啊，还有押韵吼。伊讲第一讲是种甘蔗互回社帮啦吼，你捌听过即个话无？哦，可能以前台糖可能拢欺负人的款，你种甘蔗去遐帮100斤，甲你凊做90斤、80斤安尼，啊讲迄真戆，啊即做事人种甘蔗互回社帮是第一讲，第二讲是食分分封啦吼。4分啊都未饱，啊个配咗出来，敢若一个烟尔安尼，食分分封。所以如果咱有咧食分的人，毋望咱改一下吼，因为迄是第二讲，第三讲是啥？弄球相帮啦，无代志，甲即粒球去弄去迄粒球啊落去安尼。啊，毋过人即摆这是运动呢吼，迄个系智慧呢吼。啊，古早人看讲啊，弄球相帮是即个牛羊的代志。第四讲呢？即马台湾上进行的选举运动啦，以前选举无公平啦吼，啊，所以选举运动啊，大头变着要甲人选举啊，了足侪钱呢，啊，都到尾嘛当选袂掉吼，这选举运动。啊，第五讲咧，讲带女朋友去献东风啦，啊，嘛无一定带到手啦吼，无一定你会带到手。啊，当然爱投资啊，去献东风，咱嘛都爱去献东风吼，安尼才带着某。这是台湾早前讲第一讲到第五讲，小可有押韵，也是趣味的代志。还佫有一句台话嘛，感觉真有意思，讲故意互人看做动戆吼，即个人真木讷，啊伊较袂晓交际，啊较袂晓甲人盘烂，啊人看哎戆戆啊，迄个都无插，有时故意互人看做动戆，即个是台湾的俗语。啊，最近看到一个网络吼。啊，我感觉即个人嘛真无聊啦吼！我看完是真牛啊，真
哪会去想到这种代志？伊安怎做呢？伊甲英文26个字母吼 ，A 代表1 ，B 代表2，C 代表3吼，啊26 1到26，啊伊伫迄个所在咧算迄英文的字吼，伊讲什么才会通互咱的人生100%啦，100%。所以伊提几项，伊第一个讲 knowledge， 就是充足的知识。K 代表第11嘛吼，14。搞起来，你伫人生中间，你需要有常识、有充足的知识、有能力，这个会通互你的人生96%迄个成功也是安那。当然工作真重要啊！咱伫世间咱来努力工作，咱的人生会通占到96%、98%。所以知识、认真拍拼伫咱人生中最重要。啊，钱呢？钱无遐尼重要吼，钱其实你看英文的单字敢若几字尔，讲有72%啦，钱真重要啊，但加起来是72%。啊，权力咧，权力也是讲 leadership 89%。所以看起来金钱、权力对咱的人生的影响也毋是遐尼大。啊，过落去就运气，我毋知因奈无用 good luck 吼，用 luck 就是好运，敢若4字尔。好运占47%啦，啊！这我想讲台湾有一句话讲3分天注定就是这啦吼。美国人讲好运我占到47%咧吼，好运47%，爱情啊这敢若4个单字尔，无遐重要54%，这咱感觉真重要，运气啊爱情真重要，所以无像咱想象遐啊加起来，这个人真无聊，起来加咧，上重要多100%多一字呢？ attitude， 心态，加起来都100%吼。伊讲人的心态、态度真重要。你安怎看你的人生，你就是变做出迄种的人生出来。所以，咱伫人生中间真侪代志，你会拄着有欢喜，你用什么态度去庆祝你的欢喜？看到真侪的困难挑战、艰苦心的，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迄个情形，真正会通影响你人生的，就是随上把握伫咱家己的心灵、心态。所以态度真重要啊！你若一日敢毋敢 complain， 拄着这你也无欢喜，拄着迄你也感觉哦，若搁较好，毋知要偌好，无满足的心，永远你的人生的感觉，搁欠一项啊！ 敢若满拢是埋怨，拢是遐 complain 的代志，所以你用什么款的态度啊？这样代志，我用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会影响这个代志的发展。譬如讲，咱最近台湾政治咧讲蓝白合，啊，咱看见啊，真侪人真期待啊，蓝白合安尼可能甲热个口较多人拼，总是因为你双方因的态度本来都毋是掠讲。 啊，非律联盟是第一优先的，因为各自有家己的态度甲立场，所以当然要讲这个代志，要好起来会非常的困难。所以无人要做戆人，啊，用戆做人生的态度敢有？最近感觉有一寡少年人吼，啊，用这种的打油诗吼，确实有人吼，啊。 有人用愚妄啊，做伊人生的态度，这就是咱即最近也定听到讲，食好肥肥，结好颓颓安尼，穿好水水啊，我着单领薪水。啊，最近一寡这少年人就所谓躺平啦，我着倒咧互你拖啊，我的人生着倒咧互你拖结戆戆安尼，只要3顿食会饱就好。我想即个当然有人咧用愚妄做伊的人生观，咱今日要强调的就是为基督。 互人看做愚妄无要紧，我人看做癫狂拢无要紧。啊，这个为基督甘愿做戆人的人生观，嘛是社会牧师的人生观。其实，伫耶稣的时代，伫保罗的时代，因两个拢互看做愚妄，也是癫狂。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你会通想象。 伊做一个玛利亚约瑟的大囝，啊，伫30岁，到囡仔已经拢伊的小弟拢已经大汉了。
那忽然间一天出来讲，伊要去传天国的福音，伊就出来去传道。所以亲人无人接受，讲啊，我都足捌你的，啊，我都知影你，啊，你哪会忽然间说变做亲像劣币啊，逐所在去咧讲天国，啊，就悔改，就靠上帝等等。所以马可第2章、第3章讲，伊出来听见就。要来甲掠倒转来，啊！你是天公呀，你起笑哟，你到底是为着什么？那会才讲伊是天公，即个是耶稣嘛，互看做是安尼，精神已经无讲真正常。彼得搁较是安尼，彼得伊是把各种的机会去传福音。咱知影有犹太人告诉啊，因为伊有罗马公民的籍，伊要上诉去到罗马，啊，要去罗马的皇帝面前来为着家己的案件来分诉，总是伫耶路撒冷要去到罗马，这中间迄个过程真长，伊互人掠去啊！伫该撒利亚迄个所在啊，当时罗马派驻伫巴勒斯坦的总督叫菲斯都，伊都永远也无代志，啊讲关伫监狱，即个保罗无叫伊出来听看伊到底伊的案件是安怎。啊，保罗拢把握迄个机会啦！伊出来讲，今日我互告，就是我咧讲迄个耶稣，阮所咧期待弥赛，伊互钉死伫十字架顶，后来伊国活，伊利用即个机会要去传福音，要互遮个菲斯都甲边仔遮个罗马人知影，所以这菲斯都听伊讲话、谈吐啦、内容等等，感觉你真有学问啊！所以你讲的代志，我无法度通接受。你的学问做到反正，哪有可能有死人过啊？死人我毋捌看过有过啊！哪有知影讲即个耶稣，恁所期待弥赛亚，竟然是一个互阮罗马人钉死伫十字架顶的？你神经失常去啊！是互你学问大甲变做讲啊！保罗互伊安尼咯，保罗说掠做讲，我为着基督方看做是愚妄的，是一个光荣呢，是一个勋章呢，是一个冠冕呢。阮为着基督，恁看我做戆无要紧，所以为着基督，为着传福音，到今日世代可能嘛有你的朋友甲你讲，你咧信什么基督教？伊咧讲耶稣国活，人哪有迄个国活的代志？确实无容易。随常咱咧看民间的宗教，咱咧看遮因咧拜遮的神明。你要接受一个讲创造的上帝，伊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伊竟然落在平凡的人的手中，毋拿你讲定死。这种的信仰，你要安怎去接受？咱大家看去庙寺咧拜，拢嘛是神威显赫，拢是足侪神力、足侪迄。这个恁伫教会咧敬拜，用十字架、用刑具、用这讲定死的刑具去咧做恁仰望的对象。你要安怎去想象？创造互我这个活命，互我这个肉体的上帝，竟然，但话讲较歹听，讲落水甲落伫罪人的手中，佮互定死。这种的神，这种的信仰要安怎接受？犹太人个无人接受。保罗，恁咧讲的基督弥赛亚，我已经知影，迄个是要亲像大卫军事领袖，真有小战，真有统治国家，伊要互阮犹太人、以色列人到今仔嘛还搁咧等者，因无人接受迄个受苦的弥赛亚，因咧等迄个会通互因的国家。即摆佫拍甲密密麻麻，阮嘛无可能去甲迄个弥赛亚抬死，阮哪有可能安尼？所以保罗讲对犹太人这读解，恁咧讲定十字架的弥赛亚，定十字架就是啥？总是保罗讲恁看做戆的，就是阮所主要信的内容。阮咧传的是迄个为着罪人，一个欢喜道成肉体，成做人的款式。佮互家己交伫人的手中，看你要安怎来处置的上帝，
希腊人、犹太人拢袂通接受，今仔现代人真侪人嘛无通接受。什么时代哪有法度？我无法度通信，无法度通信一个上帝是对咱来讲是软弱到连自己都不能救。亲像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时，遐伫遐看的人讲：你遐牛，你都该落来嘛，你家己救家己嘛。所以这款呢，实在是一个超越我们理智会通想象的一个信仰，是戆人才会去信这啦，是戆人。所以保罗已经清楚，伊咧传的是互看作戆的福音，啊，事实上嘛是互世间看作愚戆的人才会去信。伊讲伊甲哥林多教会讲，今仔日哥林多教会我看法啦，有知识的毋是真多啦，有能力的毋是真多啦。伫世间阶级真悬的，有权力的毋是真多，有尊贵的拢无多。这是事实啦。随常咱看见耶稣第一批的门徒，迄读册人毋是遐尼多啊，拢是互世间看作这讨喜的啦、做事的啦，也是咧抽象、咧做税吏者的人，拢是社会边缘人。初代教会嘛是安尼，拢是努力来信。有尊贵的人无多，软弱的人、富人人，甲一寡外邦人。初代教会保罗传到外邦人有通接受，犹太人无法度通接受。莫讲遐远，咱讲今仔日台湾教会170年啊，吼，1905到今得要107年啊。咱看马甲伊传福音是互即个顾饲牛的啦，吼。电农啦，有时是平部族等等遮的，100几年前有啦，有一寡秀才无多啦吼，读册的人无真多，遮走头无路的人，互世间看作愚妄的人，真做今仔日完全经过100几年，完全拢无相像。这是对戆人开始的一个信仰。总是咱看见迄个2000年前压落去。保罗去传的这真水挂菜种，今仔日真做今日世界影响非常大，一张大樟树啊！我咧讲的是讲，咱今日咧看，咱不可否认，整个世界拢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西方文化的影响。伫这中世纪以后到特别是中国改革以后，今日西方世界成就。塑造了今仔日近代的世界，咱会通讲有几个真大影响，你会通去想象。伫主耶稣以前也是我伫基督教信仰以前，人拢咧偶像崇拜，大樟树这个有树公啦吼，大粒石头，是讲这个是伟大的人。所以伫这个圣经的真理，甲咱教的就是讲，敢若一个上帝。其他被造物，不管这个人偌伟大，拢无值得你用神家态度去甲敬拜。所以君王嘛是上帝创造的人，所以今仔日还佫有天皇制度等等，总是因拢虚伪啊，拢已经无迄个习惯啦。中世纪的时阵，遐贵族遐，今仔日伫基督教影响内底，当然你还有一寡权利啦，总是因无妨看作是一个神的迄种的态度。咱的信仰强调，你甲我虽然无相像，咱拢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是人人平等。所以注重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人权，包括一寡软弱的人、社会边缘人，也是身体无健壮的人，因拢有迄个人权，然后建立这个民主制度。基督教信仰咧强调人，你袂通讲这是万物之灵啦，是上帝将伊创造的来交托互恁去做管家，恁好好去利用，好好去研究。所以，逐项代志会通人体解剖啦，包括伫资源的应用，去研究上帝互恁的这资源，好啊去做这个对恁有利益的事。做环境保护这代志，圣经嘛讲，这个信仰嘛讲，人拢有罪性，无一个完全的
世间无一个义人。所以，当人去落着权力的时，需要监督甲制衡，需要有人去提醒，所以有三权分立。所以，伫基督教特别资本主义社会内底强调，你做一个基督徒，爱尽你的使命，上帝安排你做这个工作，你伫这职位，不管是扫便所，较什么啦，拢是一个上帝祝福的工作。你爱谦卑，爱骨力，爱诚实，你爱节制家己。然后，如果有气力，你爱去照顾较软弱的。所以，领导主义啦、社会福利这代志，伫今仔咱的社会内底，总是咱会通看见，就是虽然西方的文化影响到今仔全世界，总是会变做安尼。除了是上帝的智慧甲职权吼，才会遵照上帝的旨意。甘愿做工人也好来引领了这个历史。咱莫讲真侪，咱敢若讲马街马雅各，你会通想象马雅各伊伫苏格兰做医生，敢毋是真好？总是伫上帝即个呼召下面，我想伊互厝内的人，也是讲当时的社会，伫苏格兰讲安尼会较戆，去到远东迄完全拢还未开发的所在，为着要传福音，为着要帮助当地的人，我想这宣教师今仔日某一个程度嘛影响伫咱今仔日社会内底，即群因为基督甘愿做工人的人，带这个历史。所以保罗今仔日咧讲，咱若要夸口，包括西方的这国家，咱讲先进第一世界国家，你若要夸口，就用基督来夸口，用上帝来夸口。毋是夸口恁家己的敖聪明，你来学习耶稣基督来学习伊的模范，你来学习伊怎样谦卑、克己伊的温柔等等遮的。所以实际上真可惜，今日西方的文明，因咧夸口的较属伫这后壁这部分，因夸口阮民主制度是偌好，人人平等等等，阮科技咧成就。阮的这个制度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等等遮的，因咧夸口迄个结果，无去夸口迄个原因，就是为基督做因的夸口。所以咱通看见最近特别对美国立国以来。咱会通特别感受到伫科技的发展了后，咱感觉这西方人因文化的优越感、文明的优越感然后因真有气力，不管通过音乐啦、电影啦，也是因的军事势力等等，互第三世界会感觉真反感。因为恁咧夸口的是恁的强大，你们的富有恁的什么款的情形？因为记哩。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夸口，就因为基督来夸口，所以因袂记得基督。哥林多前书1章30、31节真有意思吼。伊讲伊对上帝伊就指基督耶稣啦吼。伊对上帝替咱，也是讲互咱诚做有智慧。伫人生的中间，伫政府的体制，要安怎来进行，会通较公平、较公义。耶稣基督也因为安尼，咱会通得到称罪义，会通互上帝看作正圣，赎回咱本来互罪恶死亡去捆绑的人，咱得到赎回。所以保罗特别强调讲，夸口就用主来夸口，毋是夸口恁的成就。所以倒转来到基督内底，咱才会通有正圣，才会通有智慧，才会通这个得到救赎。总是今仔日咱看见新的世界渐渐咧没落，就今咱所读的圣经节，人若甲上帝离开，就袂当做什么；人若甲上帝离开，这个文明、这个文化就开始腐败。都系倒转来连伫耶稣基督，咱才会通有智慧，才会通互上帝看作圣，咱会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才会通得到救赎。所以有一寡人开始咧
强调，你呼吁在特别全世界在政治领袖，恁爱搁倒转来圣经，搁倒转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家己本身咧看这个代志的时阵，我用美国的做西方文化的一个代表来看这几年的代志。今仔日大概，人讲美国是有宗教灵魂的国家啦，吼，宗教灵魂的国家，因为事实上，你会通看见对因五月花公约，在清教徒去到还未立国以前，因就开始用尊重上帝，彼此咱拢有上帝形象，用等这基督教基本的了解信仰来签署这五月花公约，然后这真做今仔日的宪法、法律制度等等。所以今仔日你看，总统要就任，来画圣经来宣誓，国会要开议来。有牧师来带祈祷，逐项代志拢抑搁伫即个基督教的影响的下面，你会通看见这个影响伫遐。美国虽然教会渐渐往咧没落，总是至少礼拜日去做礼拜，抑搁占全部人口的50%、60%以上。所以伫礼拜日你看拍紧力，足侪遐美国人抑搁真守礼拜等这个。所以咱嘛会通看见，伊立国以来200几年内底，今仔日会通讲超级强国啦吼。即个世界警察最近真无用，逐项代志拢，这是一个稳定，规个世界稳定的力量。毋过渐渐伊嘛已经没落去啊。所以有人咧，即历史学家，我网络上查伊讲，实际上美国今仔日会通诚做超级强国，毋啦干那讲伊土地真阔。嘛是讲伊的百姓人真多，差不多3亿、4亿人，伊的自然资源真丰富。我想，毋是这外表物质的物件，伫迄个深沉的下面，这早期的国父，不管为华盛顿、杰弗森这人，因迄种敬畏上帝、疼人，大家拢平等的精神，伫敬畏上帝内底得到这种的祝福，就是今仔日已经失去这。咱今日真侪人看见讲因移民的问题无法度通解决，因为足侪人爱去这个所在啦。伫这个所在，你代表一个自由、民主、欢迎平等、尊重。当然，因嘛有迄个种族歧视的问题，嘛有足侪这无公义的代志。总是事实上，咱会看见这美国式的教育就是讲，每一个囡仔伊有无共款的文书，伊都真后画图，你都互伊去发展，伊都真后唱歌，毋是干那读册唯一的。所以，迄个启发式的教育，尊重每个人的不同，这拢是诚做吸引人我囡仔要送去美国无去美国留学这至少是一个注重人权的一个法治的国家如果你若足够努力，你愿意打拼，这是充满机会的所在。所以，一个人为着安尼，就是毋是合法的方式，伊嘛要去到美国来生活。所以，今仔日咱感觉每况愈下，伫美国即摆情形。今仔日咱看见基督教的精神已经渐渐失去因开始立法讲公立国家袂使祈祷，公立国家伫公众的场合袂使祈祷，教会袂当安那，因为你爱尊重多元等等这个，这个咱无了解，总是咱会通看见讲因已经整个发展渐渐偏离基督教的精神。所以这种伊讲到美国人即马因敬拜是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上帝，因敬拜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甲国家主义。阮用美国人以美国人为荣，阮国家足强等等消费啦、享乐主义，这是变做美国人今仔日的信仰。最近咱美国明年嘛要选举BBC 咧访问，共和党即马民调上悬，抑佫是川普川普咱已经知影讲伊做过一任嘛，咱嘛知影讲即个伊的思考甲无啥共。有人咧问讲到底川普会佫调袂？这咱毋知啦共和党即马乱清清嫌议长都选袂出来这个拜登是毋是会佫选？这明年的11月，因就要选举为什么会安尼？伊讲有几个原因事实上，毋是干那
咱嘛看见伫美国上强的时阵，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迄几年，然后越战，过落去几个战争了，美国已经无亲像以前遐尼啊强啊，大家对这个体制内这个政客会感觉真厌烦啊，主要川普伊的口号叫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吼，互美国搁一届伟大啊！这个会吸引一寡美国人啊，因为感受到阮以前渐渐的没落，伊讲说出互美国搁一届来伟大啊！伊对非法的移民甲穆斯林这个较强硬啊！第一任的时阵，伊有发展对经济一寡发展，所以咱毋知影，所以我在想。当然，这政治家、总统、政客、国会议员，有没有国家搁一届强盛？因可能就讲要安怎提振国内经济，要安怎互咱的科技能力卖互人赶过去？咱要安怎去研发？要安怎加强咱的国力外交影响力？实际我想这都是国家强盛的一个因素。所以伫属灵的观点，倒转去到上帝面前。赶紧搁一届，甲迄个葡萄树连接起来，为基督夸口基督，毋是夸口阮的文明。我想对台湾来讲，咱也是安尼。台湾基督徒真少数，所以基督徒嘛应该发挥影响力，互这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愚妄的信仰的人，了解这个上帝智慧。伊为着要赎回人，要互咱称罪义，这是必须爱。互更较侪同胞来认捌这个上帝，所以咱讲，咱今仔台湾基督徒是毋甲美国的遐个人共款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国家主义。咱今仔咧追求的敢原来是安尼？咱安尼咧使用咱的金钱，咱安尼咧定义咱的人生。当然，对美国国家主义会通反省批判，总是今仔日基督徒伫台湾即马特别选举的中间，咱是毋是有缘会通？发挥对政府对其他人的影响力，所以耶稣甲咱讲，今仔日咱活伫这个世间，你袂当脱离这个世间，总是你无属伫这个世间，你咧看代志、看人生、看政治的方法，会甲人无相像。莫互迄个世俗化，互伊同化去。伫上帝真理内底，伫基督的智慧内底，互咱有好的判断，互咱会通正性活出一个无共款的价值观。咱今日读的约翰17章是一篇真长的祈祷。耶稣要离开世间的以前，伊为着学生，为着遐听学生来成做基督徒的人，讲我嘛要替因祈祷，互因无属伫世间，总是会通影响这个世间。这是咱上帝互咱的应允，所以伊也搁在替咱祈祷。伫今日这个世代，咱要安怎甘愿为基督来做工人？我都用这个圣经来做咱今仔日金句，这个圣经非常的宝贵。讲，若是恁是对上帝得到点伫基督耶稣，上帝恩典，互咱伫人生的中间一个时刻，认捌上帝，认捌耶稣基督，然后伫耶稣基督，伊要成做咱的智慧，互咱知影安怎处理人生的困难，互咱知影安怎面对咱的性命，互咱做义，毋是你道德偌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着我的罪来死伫十字架顶，我已经互上帝看做义。我伫耶稣基督内底过一个正圣的生活，我已经得到赎回，成做上帝囝儿。所以保罗这句话真宝贵，咱做伙来读来做咱今日金句。若是恁对上帝得到点伫基督耶稣，伊对上帝替咱成做智慧，搁做义正圣。以及赎回，哥林多前书1章30节，31节讲，若要夸口，就为基督，用基督来夸口。所以咱对上帝、对耶稣基督，感谢伊，互咱，万咱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历世历代以来，就是有一批人甘愿为基督，互看做戆人，这个福音才会继续传达落去。因我要传福音，抑个是非常的困难。我要传上帝万权量的主，这个创造主竟然愿意真侪人，甚至来死伫十字架顶来赎回。后来伊有国话，
这个拢是已经超过阮理性所会通了解甲接受的。有时阮咧传这个福音，互人看做戆，总是这是上帝你的智慧，通过耶稣基督，你赎回阮，互阮正圣，互阮称义，也互阮伫耶稣基督内底，真做有智慧来看阮的性命、阮的人生，以及社会世界局势变化。主啊，恳求你，互阮伫基督甘愿做戆人，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三角用信息回应上帝，信息485首，主暂愿互相接纳，请起立。奉献，请陈怡如直播间接事来头西。西瓜，请起立。Amen.
请坐。明仔载是农历9月初9，就是咱传统叫做重阳节。就是请咱现任的中心吼落来，咱来斗本。教会准备简单的礼券吼，要送予70岁咱的长辈吼，拜托咱几个同工落来斗本一下吼。这个满70岁足公营吼。毋知方便，你若方便，拜托你徛起来啦吼，因为我毋知影你有到70岁人，拜托咱徛起来啦吼，因看较有安尼，足公营的吼。来。不管是毋是南门教会，今仔日咱拢欢迎吼。拜托咱执事赶紧落来，好不好？我们在1楼、2楼、3楼都需要吼。拜托咱较早来头前吼。俺遮侪人70岁以上哦。如果你若已经有摕到，拜托你坐落来吼。如果你若已经摕到，拜托。较侪人1楼看还有没有人？1楼还有没有人？前面这里都还没有，拜托明安来头前来。已经摕到长辈的，请你坐落去吼。摕到的人请坐落去吼，还没有拿到，拜托。来，1楼还有，楼上还有人吗？好，楼上还有缺哈，楼上还没有拿到，请你一点站起来哈。来，那前面1楼、2楼都还有很多，拜托2楼的来到本一下。咱其他人拍破啦吼。望咱恭喜因重阳节快乐哈！恭喜因重阳节快乐还有吗？这里后面都还没有，我这里没有了。还有，今天这么多吗？我们准备了100个人，都分完了。这里还有，拍谁？本来我要家留起来，我要家己留起来。拍谁？这里还有。是嘞。我想讲，我嘛特别会通领呢。恭喜咱大家会通。其实即摆70岁是还无算啥啦吼。这个教会本以后我们改成80岁算了，提高标准。我伫美国教会就是安尼啦。以前我来劳动服务吼，本来一开始65岁以上就免劳动服务，我要离开变做70岁、80岁、85岁，到85岁才会使免劳动服务。讲无需要即摆安尼，都对袂着你点来咧改变。我们恭喜大家，我们不会改变哈。明年大家再增长1岁再来领哈。好，煞只我来报告。欢迎大家做伙来做礼拜。今仔日是中央敬老的这期教会的淡薄仔心意祝福，咱的长辈会当身体健康，满满祝福。第2点，今仔日中昼礼拜了后12点，我要召开主日学的教员会，请老师同工，请备办心开会地点是在4楼。第3点，幼稚园的董事会，今仔日礼拜了后嘛是爱召开，地点是在办公室，请注意。
第4点，中牧师甲牧师娘伊要参加台北中会牧师甲会友的国外的进修团，今仔日暗时会出发去罗马甲希腊。预定11月2号拜4才会转来。本教会呢，阁有2个礼kind节甲摇篮节会做伙去，愿主会当带领一切平安。牧师无伫教会的时间，若是有需要，嘛是会当甲办公室联络，也是甲小会的书记吴中勇长老来联络。后主日，我们邀请李家明牧师来本堂正道，请伊即马是总会的生命教育中心的主任，请为伊来带导也期待。第6点，阮准备伫11月5号第2场的礼拜中间，我们要对新任的长老、长老来封礼，也有礼拜中嘛是为着新的职事，有团契会长有就任式，请同工会当备办心，准备时间来出席。礼拜了后咧，11月5号第2场礼拜了后嘛是爱开中职的会，请大家甲时间留落来。团契的消息，夫妇团契伫11月4号。拜6有一个秋季的旅游，伊要去北拿，客友是800块，毋是客友的是1000块。那有要参加的，伫网络顶面会当报名，人数是40人，把握机会。教界消息，圣乐研习会，伫10月28号下晡的2點，伫淡水教会，鼓励兄弟会当尽量来参加。第2點，服務就任中央教會伫下主日的10月29號下晡3點30分，有廖廷儀傳道師的服務，恭喜嘛感謝。牧師剛有在補充。今仔日我先來歡迎伫咱中間有幾位吼。特別來介紹下禮拜，我拜託李家明牧師吼，咱伊定來伫咱教會做禮拜吼，伊即馬伫總會教育中心牧師娘因伫樓頂吼，咱歡迎伊。因查某囝已經攏唔係查某囝，因囝啦吼，李主任攏伫咱的弦樂團啦吼，退休的牧師紀元安牧師，咱歡迎因夫婦伫咱中間來做禮拜，歡迎。我特別來介紹吼，咱拜四有一個眾聖吼，獻堂兄個別禮拜，我特別甲因孫講，獻堂兄攏坐伫後壁迄位變做即馬你的，讓因孫即馬黃偉來歡迎你，擱一屆，甲太太張思婷吼，這本來阿公後壁迄是弟弟吼，是毋是弟弟？是毋是偉倫？是偉倫吼，在林獻堂兄誒。孫吼，歡迎伊咱也為着獻堂社來祈禱，歡迎伊安尼。有其他我需要介紹無？攏熟悉吼，禮拜三咱來交陪者。今日我特別講一下，今仔日即期的教會公報吼，都出王光亮院長王光亮迄個長老伊佇台東所做的這水的事工。即期的教會公報，所以咱若有興趣，咱會通摕教會公報去看覓。王長老話即期伊就借靈愛退休吼，咱真感謝上帝，互咱這長士，大家佇社會攏有真好的貢獻，多謝。三角英上映540首，主得救咱人，請起立。上映了後，請牧師教導。
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因带祝福医治，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领导、智慧、